喺早前有一個男士竟然喺巴士嘅上層賴屎，佢唔係不顧公德，係真係頂唔住，所以就走到去巴士最後嘅位解決咗。問大家一條靈魂問題：急屎、忍屎、賴屎呢個地獄三重奏，點解細個發生就當冇事，大個遇上即刻想揾個窿捐入去，原地消失 ？Anders 今日嚟拆解一下呢個地獄三重奏。BB 仔嘅意識好直接，淨係感受到肚仔唔舒服，根本唔會理旁人點睇。呢個階段未有完整嘅羞恥感，唔識顧形象，自然唔覺得丟臉。隨住慢慢長大，社會自我意識慢慢建立，我哋開始在意人哋嘅眼光，接收好多世俗規矩。一旦身體失控，大腦就會無限放大尷尬，驚俾人恥笑，俾人貼標籤。講穿咗呢件事本身從來唔醜，所有尷尬同恥感唔係與生俱來，只係後天嘅意識幫我哋加上咗層層枷鎖。呢種後天嘅枷鎖對於社會安定係有作用，但係亦都有啲被潛意識誤用咗嘅枷鎖，可能就會影響住你一生人。留言話俾 Anders 知，你又發現咗自己有乜嘢無形中嘅枷鎖。